有香港媒体曝光刘世芳的过程目前在中国到处做生意，中国当咧依法甲调查。咱的内政部表示，绝对袂接受政治恐吓。昨新北有一个出门的病例，通报是住伫咧中和的查甫人，这个门是靠空气传染，捌去过西门町光华商场等所在。行政院宣布，为着深化台日交流，今年2月开始，本地一个人上侪申请一届日本做线工度假签证，放年到会当申请2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内政部长刘世芳1月予中国列做是台独顽固分子，要甲制裁。这国台办2次搁再讲刘世芳的过程去予香港媒体曝光，伫咧中国投资做生意，目前依法甲调查。但是内政部表示讲，这中国用甲人恐吓的方式呢，干涉到民主治理，强调咱的政府绝对袂因为任何政治恐吓有所改变。伊正代表地批评咱国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台独的蛮批分子、武商标。中国官方掌控的香港媒体大公文汇集团27报道指出讲，刘世芳的外甥伫中国的江西广东云南的锂电池相关公司做工课，各向伊索送政治现金，认为刘世芳敢若准亲人趁人钱，说唔准民众交流。中国台办嘛随发表声明，讲当地照法规查处，强调绝对袂准台独蛮批分子含伊的亲人伫中国投资经商趁钱。这种长臂施压、跨境威吓的行为，我们不会因此而恐惧和退让。对中国的操作，内政部中心会继续保卫台湾的民主法治，袂因为任何政治恐吓去改变。陆委会谴责对方的做法是不当牵连，这明显就是要加定治台独的名义，对台湾政府官员甚至无辜的民众做下境镇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讲，这毋是单纯的家族投资的问题，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等疑虑，化为政府会严格查办。由于新北用认为中国安尼做后边有企图，就是针对李珍秀国籍的这个争议，因为中国人现在要在台湾当立委，它就是与法不合的事情。结果呢，今天中国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想要来移转注意力，所以才会想要来惩治我们的内政部部长。行政院长杜永泰已经下令各部会，莫提供民众动力为李正秀任何资料，而且拒绝备询。李正秀是对刘世芳事件发表声明，讲不管人民人伫台湾还是伫对方，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工作权益和基本保障，都应该受到正当的对待。各向共产党执政当局化为，应该用更较悬的价格对台湾人民放出更较侪善意。对刘部长的事件，敢若强调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做出上清楚的评价。但是中国下境威胁的对象是唔拿政治人物，记录片各有器官伫台湾放送的过程，对发行公司到真侪放送的合作方，拢总受到超过150摆的恐吓威胁，连伫国外嘛是。其实跨境镇压它的根源是他们长期在台湾布局的他们的同路人，或者是说他们响应的人，或者是说像人家所称的第5纵队。李正雄点出讲，即马反制下境镇也未困难，关键伫看出像是敌人，因为中国恐惊会透过无清楚的界线，互参加的在地协力者，连家己拢无一定会当认清，当咧帮助政治镇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方面通过，台北季风变强，连假的头一天，台湾各地头天气拢无介稳定。咱若讲到这交通方面呢，国道3号往宜兰方向下晡时速捌无到5公里。根据到这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对早起11点到早起11点为止呢，这国道发生30件事故。228连假头一天，车拢出路，国三上北往宜兰方向下晡一度时速无到5公里。根据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统计，到早起11点，国道总共发生30件事故。截至到3点为止，国道全线交通量落在63.1百万车公里，而高工局预估今天会达到115百万车公里。高工局指出，有伴今日下晡重点塞车路段包含国一、路南估计机场系统、杨梅这边、杨梅头份，也有中华系统、保养系统、上北宜山台华系统、国三路南中和关西、国五上南南港系统头城、国十西向林武到左营这边这路段。今天是连假的第2天，除了有南向车潮之外，也预计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在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还有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路段，预计在早上8点过后就会有南向车潮出现。而针对国道5号南向的车潮的话，则预计在早上5点、6点后就会有陆续涌现。今日天气的部分是变化真紧，台北西时是18号，晚中段时日头阁出来咯。受到锋面通过影响，拜五全台天气无稳定。
预期这个锋面今天就是会逐渐的整个通过台湾，所以今天其实在台湾各地整个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西半部的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整体的降雨都是会比较容易下雨的一个情形。气象署提醒，温度方面，今日明仔北部高温小可降至20度，南部有27到28度。锋面通过时阵，马祖甲北部地区开云较低，也是有大雾情形。另外，东北季风影响期间，沿海所在必须要注意强风大影，东半部甲马祖有长影发生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卫生局伫咧昨接到一个出门的较真病的通报，是一个住伫中和42岁查甫人，因为伊捌接触过这带病入境的个案，2月19开始发烧、扫出片，这卫生局已经考526个接触者，会监测到3月17。医生也提醒讲呢，这满是靠空气传染较高烧话，也公布一个本土病例卡列，伊捌去过西门町光华商场等所在。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出门的群聚案件，源头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伫咧境外感染。新北市卫生局拜四接到通报，中和区一个42岁男性伫咧检测期间发烧、23出片，隔顿天由病院通报确诊。卫生局也考虑526名接触者，而且公布个案的卡架，伫咧过年期间捌去过西门町、祥和病院等等。今日麻疹确诊个案为本年2月12日疾管署发布北部8个月大本国籍男婴境外移入案之接触者，目前状况稳定，居家隔离中。医生提醒，出片为着风险真悬，病毒会伫空气中维持2点钟。初期的症头和感冒同款，出现嗽、红目睛、流鼻水。伫咧发烧3-4天了后，会出现喙内白点；7天至18天了后，会对面开始规身躯出片。麻疹呢，有一点类似空气传染就是它的传染力非常强甚至比我们现在讲的新冠、流感传染性都更强。麻疹呢，最怕的是说，它得了之后呢，有时候会造成并发症、中耳炎、肺炎，甚至严重脑炎。疾管署也指出，最近全球几内个国家出现出门的疫情，境外移入的风险较大。医生也提醒，即马是出片的传染期，尤其是30岁至60岁之间的民众，过去敢若做过一剂出片疫苗，要找时间完成第2剂，保护力会当达到95%以上。记者陈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228咯，伫咧228和平纪念日的前一天，民间团体发起228.0的这个纪念行动，游行行过228事件重要的历史地点，向政治受难者表达追思。台南用基金会表示讲，今年上无有2000人参与，人数是赢过4倍，尤其是少年家特别多。最近社会真侪人开始对这历史产生好奇，基金会认为讲，这是一个值得珍惜事件。游行刚到228事件爆发的地点天马地房，伫咧228和平纪念日的前一天，民间团体发起79周年的纪念行动，无私伫咧纪念碑头前浸土地献红玫瑰，向英国因为国家暴力牺牲的受难者表达追思。去甲因讲，有人为了因的明仔载，献出因的今仔日。民众以严肃的心情，着手行往228公园和英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点。有艺术家用画笔记录所看到的一切，也有定参与社运的民众讲，这回少年家特别多，心内真感动。虽然这些受难者已经不在，但是他们的受难者家属也逐渐凋零。但是这些事情应该是由我们年轻这一代应该要去做的。继续说下去了。遐少年地位足多，因为今仔个休困吼，大家拢有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啦，总是踮咧台湾，对唔对？爱家己的国家。台南用基金会指出，今年228.0纪念行动上无有2000人参与，是往年的4倍。最近社会真侪人开始对历史产生好奇，基金会表示，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机。的确，还是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借由这个机会，能够让还不知道的人去理解每一个契机，我们都应该珍惜。这就是我们以及这些长辈们愿意在这边持续跟大家发声的原因。基金会表示，嘛期待大众继续透过对历史记忆和理解的深化，才通建立台湾主体性、延续民主、抵抗侵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那讲到台湾的白色恐怖，通常讲到想到的拢是咱台湾的政治犯。不过这戒严时期呢，也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等所在侨生，因为思想审查或者是身份背景等问题，互监控、拘禁，甚至互遣返。这阵呢，这东南亚的侨生因为遭遇到单有案件真相拢无公开。1963年，马来西亚的侨生卢祖峰来台湾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煞无法度过返去故乡。伊的小弟卢祖海是厝内头一个接到学校魔术电报的人。第一个自找的就是为子弟自封自杀，我就停在那边了咯。心情也不大好了，一下子就哭起来了。卢祖峰后来互人发现死伫正大附近的指南宫，当年报道是为情自杀，啊毋过真侪年后，家属重新看相关的文件，发现案件有真侪疑点。这个就是埋下去的许可证，胸腔内出血，休克致死。家属对卢祖峰死亡的原因怀疑，卢祖峰死亡了后，伫短时间内落葬，案发时间嘛拄啊是台湾戒严时期。这10年来，家属真侪改写批拜访台湾相关单位，甲他拢无得到正式的死亡证明。50年内，就是那50个，没有不知道他是葬在那里，葬身在那里死，什么原因死，什么这些完全不知道。卢祖峰的案件毋是个案，研究指出，戒严时期部分东南亚来侨生，因为他左派一切，也是听广播，甚至敢若因为身份背景，都互人加禁，也是遣返，人生被迫中断。当年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那也主张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泰国人，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为什么不要把我遣返回我的国家？给我自己的国家的生活，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今嘛家属提出明确的诉求，家属要求台湾当局尊重家属提出有关余志峰不是自杀的论证，立刻成立一个独立专案调查组，就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当年胸腔内出血、休克致死余志峰命案火速下降，深入探究。记者致函侨务委员会，他们表示多次函请各单位协助，但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事更迭，加上政大部分档案在水灾中遗失，因此未能查获相关事证。若是家属要求台湾当局发死亡证明书，侨委会讲，正大函文可见卢祖峰已经死亡，法院裁定并不是生死不明的失踪人口，所以无适用死亡宣告的制度。相关的文件已经提供给家属。公司国际记者刘万山，马来西亚槟城报道。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呢，2日暗时10点多，伫咧捷运中山站2号出口外口，有一个女性是莫名其妙来打伊的脚，甚至是提出美工刀甲威胁。这个查甫人是惊甲赶紧报警察，那警方已经锁定这位女性的身份了。经了解，是一名男子不慎遭一名女子踩中脚步之后，该名女子于包包中掏出美工刀，作势恫吓之后离去。本分局立刻组成专案小组，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课正积极查缉中。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有来现场发现讲人已经离开，有调相关的监视器锁定涉案女性。这个查甫人落尾伫咧网络发文，虽然讲呢已经是10点过，也是真侪人，代志发生了后，拢无看到警察来巡逻。也因为这中山站捌发生几个站治安事件，互人袂安稳。警方表示讲会继续规划警力，加强这捷运站，也有人丁聚集的地点来巡逻，维护民众安全。来看高雄盐埕区有一间卖鸭肉的老店，有民众去伊的分店食鸭肉饭的时阵，食到这灰鸭的气角这油啊，讲这是碗尻川气角破去油啊，应该是对遮来的。这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有去稽查，依照是案发，甲店家罚钱，也要求因爱限期改善。店面也出来回实咧，讲这气角的灰鸭碗呢会全部换掉。
底饭的肥鸭碗甲变过来，就会当看到下骹有真侪破损的所在，有民众去网络反映，伫高雄盐埕区一间鸭肉名店的分店食鸭肉饭的时阵，食到肥鸭的脆片，伊认为讲这脆片有可能是对破损真严重的碗底来的。它应该是有在保养那些玩具吧，我相信它应该是有做这方面的处理。吃到当然会害怕，可是我对这家店很有信心，对啊，没问题啦。要小就是装小的款。工作人员一透早就在做开店的准备，而且连假第一天，真侪民众10点一开店，就小连续拢入来坐啊。消费者虽然认为讲袂因为安尼就无想要入来食，但嘛是建议店家应该随把这破损的碗换掉，才袂互人客互脆片挂着伤。店家早起嘛出来回息咧。它本身这边是比较薄，然后长期碰撞以来，它本身就会比较脆弱，然后就会破掉。那当然是我们有错在先，是我们没有自己去注意到。早上来公司，我就直接把所有破碎的碗直接淘汰掉，大约7、8个左右。业者坦承，照片所示属实。1、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裁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呼吁业者应依食安相关法规，加强设施设备维护，从业人员教育训练及食材卫生管理。卫生局伫稽查了后，会照实案法对业者裁罚6万以上2亿以下，而且要求针对实在无较无好者作业环境缺失的问题，限期改善。若是复杂嘛是无改善，会照共法来开罚。店家为了坚持老店的特色，拢是用肥鸭碗来底饭，但是业者嘛承认讲，这肥鸭碗确实较会伫洗过程中破损，目前已经全面汰换破损的碗。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警察局接到民众检举，讲铺主有一间倒啊，伊的店家有人伫遐跋筊。24暗进行搜查，这负责人过价含工作人员7个人互抓起来，佮有脚卡13人拢互移送法办。警方来到现场，针对跋筊的行为来敲找证据。嘉义县警方是接到线报，讲有业者利用倒啊送的名义，实际上是开交警。警方伫24暗时摕手续票前往查证。当场查到20个人，加一寡证物。那当场查获负责人、会计、现场工作人员等犯嫌7人，那赌客13名，并查获现金有10万余元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刑法赌博罪嫌移送侦办。警方表示，有民众检举铺主这间倒啊送的店，实际上是交警，就算是过年了后，也是有工地者来跋筊。经过几啊天的收集证据，才侦破这间用倒啊送名义验后跋筊的店。那警方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勿以合法的营业来掩护非法的行为，以免处罚。警方指出，跋筊影响社会秩序，嘛有可能产生暴力甲诈欺等等的问题，会来继续加强查缉，袂当互一寡非法的业者用合法的名义掩护非法的行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嘉义做家枝烧的这个艺术家谢东定呢，车到经过嘉义梅山太平村的时阵，不细里人含车铁落去山坎，伤势严重，也因为地势互人真歹甲抢救，经过警消合作，就来甲人救出来。目前人已经平安出院咯。也讲经过即届在下过后，有所体悟，会继续创作，替台湾留搁较侪作品。乌石桥车骑伫电脑内底，写甲拢变形啊！台湾有名做庙红仔的艺术家谢东铁，车到开车经过嘉义梅山的太平村时，发生严重的事故，规台车连人摔落去附近地方的边坡。民众驾车飞越约70公尺差远后，坠入约50公尺深的悬崖，因现场的地势陡峭湿滑，且车体严重变形，救援困难。警消携带破坏器材下车至翻落处。将受困车内谢姓民众救出。救援人员发现掉伫车内谢东铁时，伊无啥载人，一个所在找着弄着，警消人员甲救出来了后，才偷偷甲伊扛倒来大路。谢东铁要得到嘉义县文化贡献奖，这奖项是嘉义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庙红仔类的保存者，伊伫面册讲，迄天是去勘察伊的台湾电绘作品，声影太平后续安置的代志。事故造成伊真侪所在骨头断去，而且腹内出血，送医时员工分期，加在抢救了后有救回来。边仔咧打，讲我爱有做得重要任务，爱去完成，做重要作品爱去。想要做的物件还未做完。感恩讲遮救援人员，遮搁在地人，搁遮组织遮医护人员。
伫街后陪伴伊用膝脚拐慢慢行。经过这急速了后，互伊对人生有无共的体悟。伊讲等伊身体好了后，会心怀感恩，继续来创作为台湾留下更加多作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晚上伫咧后礼拜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的党团版本，有风声讲咧拿赢提出3500亿的版本。国民党智库也诉求讲支持军购严格审查商业采购，强调这国民党明确支持美国已经提出的3500亿军购案。那总国在新的军购，国民党也会提出应对版本，也希望讲伫咧3月底进行三读通过。不过有一关拿赢立委是无认同党中央的版本，认为尚无爱编8000亿。美国在台协会2日伫咧 FB 公布 AIT 促进国立演甲立法院长韩国罗志联合的相片，讲期待双方伫咧安全、经济甲人民交流方面紧密合作。咱希望立法院伫咧国防预算积极处理，呼应韩议长过年时阵的声明，列做优先法案。处长会不会希望军购案赶快通过？军购案赶快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将会伫立法院复议审查，除了8年1.25条规模的行政院版本，也有4千个1年1期编列的民众党版本。因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本来各项以军售为主的8000亿分配编列，不过党中央智库是提出总价3500亿的版本，也提出细贴，讲对美国明确军购案的优先处理，所以有新的项目，也是提出应对版本，并且要求要有天法条款。党中央和党团的军购版本还在讨论整合当中，我们期待在3月6号以前一定会完成。党版就是会代表国民党的版本。我们需要有好的武器，我们需要有适合的武器，我们需要有会到位的武器。毕竟来讲，对于国防专业比较深入了解的，还是国民党的委员跟专家。行政院版本加民众党版本会伫3月初互会，国民党上尾的版本也会最近送审，不过另也提醒。那正来针对美国方面公告通知国会项目，无注重机密会议的资讯，就欠真侪项目。我们看到最完整的军购采购版本，当然就是由行政院还有国防部所提出来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不仅经过美国白宫、国务院还有国防部，他们表示大力的欢迎，并且也希望台湾可以支持。我想打造非红产业供应链是现在全世界最关注、最注目的事情。民进党团希望支持行政院1.25条的版本。国民党是强调支持军购未拍折，但是商购的严审，因为家己制作的部分，希望一旦回归到年度总预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安生3月底访问中国，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指出讲，华府和北京虽然超未合，不过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建立稳定。那华府智库上届新的报告是建议台湾应该运用大量的无人机，结合传统武器来应付解放军，就算无美军来支援，也会当有吓惊的效果。美国总统川普要伫3月底去中国访问，对于目前美中局势，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讲，华府甲北京虽然也是有冲突，甲无共意见，不过已经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建立稳定。I think we've reached a point, at least, of sort of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ho both possess nuclear arsenals, have to be able to talk, have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have to be able to interact. 罗比奥互人讲是对于中国立场强硬的鹰派，嘛捌因为倡议香港加为5年人权议题，第2020年去中国制裁。不过，这届罗比奥原来对川普去中国访问。不过，强军强压台湾拢无停。日这天派8架强机、6架强舰、1架公务船，也甲2粒空飘气球绕台，其中包含无人机。当时外媒路透社报道指出，发现一台中国大型军用无人机，这几个月伫南海飞行时阵，假做是贝洛西亚的货机，也是英国航太战机，想要透过这种无明确的战术，测试对台湾作战的时阵，是不是有诱拐敌人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有点掩耳盗铃的行为，他其实是用这个方式在对我们进行一种灰色地带的一个袭扰。华府智库是美国安全中心所发布的上新报告，以美军地下警上防卫概念做拿图，主张台湾应该运用大量无人机结合传统武器，由登陆海堡向外延伸，建立80公里长的4沿海上地下战场，伫强军进犯的时阵集中打击，安尼就会当无瓦克美军达到阻碍的效果。包括中长程无人机可以在50公里的区间打击中共的登陆舰队。那第二层级就是在滨海一带，就是包括在20到30公里的区间，可以用无人机或无人船
打击它的登陆舟坡。那最后就是在滩岸，这时候可以用更多的低价战斗层级的无人机遂行自主的攻击。因为无人系统会当以较少的成本提供精准打击，报告嘛建议台湾应该持续强化投资无对称作战能力。学者认为重点是现有的武器甲无人机安怎互相帮衬，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战力。记者采访报道。这几年呢，真流行去到日本做山工兼度假一年。根据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统计，这2年就超过8000位台湾青年申请。那行政院宣布讲，为着要深化台日人文交流，今年2月开始，本地一人上侪申请1届日本做山工度假签证，8年后会当申请2届。透过 Rio 甲策划分享伫日本生活的弟弟，伊是伫京都做实度假的台湾青年 CYC。去年10月去日本了后，一面读语言学校，一面找到伫咖啡厅外场的工作，把伫日本的1年时间。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日本，想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可以来这边生活一阵子，我觉得蛮好的。一般的服务业就是最低薪资，汇率也不太好，所以在日本赚钱的话，应该是只能在日本用。虽然较歹欠着钱，但过重点是会当体验不同款的文化环境。目前日本当年提供咱国1万个做实度假名额，申请资格是18至30岁青年，上侪申请人数是2019年的7486人，这2年嘛拢维持伫4000多人。即卖行政院宣布，为了加深台日人文交流，本来一个人加加敢来当申请1届的日本工作度假签证，增加到会当申请2届。打工度假签刚好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签证，你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喜欢日本，想要在这边多待一阵子的人，应该会蛮想要再申请的。我觉得第一年是体验，第一年是你能不能适应日本那边的生活。那我自己是很想要第2次啦。去年拄结束去日本做工度假的竣工，加1届机会无定着会当住伫无共所在，也是体验各些工作内容。可惜因为年纪无法度去申请第2届。欢迎收看《伊豆打工度假回忆》。其实唔仅日本，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拢总有18个国家甲台湾签署做工度假协议。不过其中以色列因为区域情势紧张，渐慢实施。各国提供的名额、年纪限制，抑个停留期限无同。外交部提醒，申请进前一定都要查明相关的条件甲居留规定，嘛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令。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经典赛，咱的台湾队这球星费尔柴德昨暗来到台湾，今开始训练啊。伊表示讲，一直拢希望有机会代表妈妈的故乡来出战，希望会当替台湾摕到冠军。那教练团伫咧日本这帮交流了后，就宣布讲由宋成瑞来补这两个位。欢喜穿天台湾的球衫，比出天台湾的招牌手势，辉爷一直希望会当代表妈妈的故乡来出赛，即马总算实现。伊嘛讲决定参赛过程，伫向要抓时期的队友、好朋友林嘉靖，予伊真大的鼓励。伊嘛讲台湾摕到12强的冠军，对伊来讲是真大的动力。When I saw Taiwan win the Premier 12, you know, it was definitely motivating.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good talent here, and yeah, it was exciting to see them win it and now be a part of it. 正式入队，辉爷是照家己的 tempo 来练习。冷泡的时阵，就含林嘉靖讲棒球开讲。伊讲其实大家人拢含伊爱沙子，互伊更较感觉家己是球队的成员，而且看到王建民含陈伟英，互伊真欢喜。I remember watching both of them growing up and being dominant pitchers for a long time. So it's pretty cool that they're on the coaching staff here. Fairchild 正式参与 Team Taiwan 的练习，而前旅日旅美的这个投手陈伟英也参与赛前的喂球练习。当伟亲身徛起伫投球的投球，替打者做打击练习。辉爷讲这是真特别的经验，因也嘛认证，讲辉爷也是台湾队的一个大助力。我觉得他的挥棒速度其实蛮快，然后也很有力，然后他的掌握球的点其实还蛮不错的。人非常 nice 的，他也非常配合团队，然后也一直去询问说他可以做到怎么样，他想要尽力的去帮助中华队，然后去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啊。
飞的速度和手臂拢真厉害，这部分单脚线和单身位嘛同款厉害。飞的表示伊对外野防区有信心，伊捌伫美职的7支球队过，希望以丰富的经验做出贡献，替台湾甲冠军炸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初5伫日本开始比赛，中华呢就一个头家，规公司休困7天，要带员工去看比赛，替台湾队加油。2、1，第六，台湾雄鹰。大声唱出加油歌曲，替台湾队赞声。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初5要伫日本举办，台湾各地头球迷拢真期待。伫中华就头家规气休困7天，要带员工去日本看球赛，替台湾队加油。我们员工每个人都很开心，也很感动啊！我是中信兄弟江坤宇的球迷，希望这届会使前进迈阿密。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4场有赛时间是3月初5到初8，要和澳洲、日本、捷克甲南韩对战。企业头家表示，带员工去日本看球赛，一来是要替台湾选手加油，二来是为着学习运动的团队精神。除了有球迷直接冲去日本看球赛，中华管区乡镇公所嘛有安排转播活动，替咱台湾队来加油，会当争取上好的成绩。另外附带我头讲的，互因大家看讲什么叫做团队合作。这次的经典赛呢，我们和美公所呢来响应，那希望号召我们第10号的我们选手一起来为我们中华队加油。目前台湾队当地台北大巨蛋进行台日交流赛，替经典赛暖身。打算2月下晡会出发去日本，时到台湾各地头也拢有侪转播活动，要招大家做伙Team台湾、Team台湾，替台湾选手加油。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台湾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票房呢，已经冲破6.7亿咯。那破这海角7号18年的纪录，也成做咱台湾电影史上卖上好的国片。导演和演员等人呢，今仔日举行记者会，分享成功的这个心情。由财神爷开场，恭喜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伫咧放送58天，票房突破6.7亿，高达看电影的人数也达到240万人次，打破海角7号保持18天的冠军纪录，也做台湾国片新的票房冠军。下晡导演和演员陈意涵、钟欣凌、安心雅等人分享票房大卖的心情。导演讲，未来阳光女子合唱团会伫咧各国来扮演。我们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上映，接下来纽西兰、澳洲也会上映。那3月初呢？除了在香港之外，我们在美国跟加拿大也都会同步上映。陈意涵也伫现场和片中的查某囝见面，感谢伊的坚强和进步。这对戏中的母女是讲甲目屎连落来。他第1天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就都陪着他，然后那时候他很怯场，然后今天看他在这么多人面前，然后已经可以自己拿着吉他，然后可以 solo， 我就说其实比起其他，我更感动你现在变得那么坚强。苗可丽也讲爽笑，讲这届因为票房的成功，过年期间去到菜市啊，得到真侪温暖，买菜拢唔免钱。对我整个过年到菜市场买菜都不用钱。在骂人，没有不用钱。我连去吃面啊，老板娘一下就送我2罐的辣椒酱。哦，对，我就觉得我仗着放科长的名字，真的对，就得到了很多的礼物这样。导演林浩谦也分享票房成绩，不是因唯一的目标，上重要的是会当互观众带来感动和温暖，互社会保护网得到各界重视。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头一阵的春雨来到，为这水利署把握机会，这2天伫咧桃竹壁的水库进行人工催雨，希望会当替集水区争取到更较侪雨量。根据着这农业部的监测，全国的农业用水区这3个月以来雨水量，对新竹苗栗到高雄屏东这降雨量只剩应过降期的1成尔，这农业用水变甲真暗。水圳内底拢无半滴水，大甲见底啊，也有一寡已经打气的死鱼啊。位伫苗栗东路的东河圳是当地重要灌水的水源，不过伊的下游几年前水量开始变少，一直到无一滴水。当地乡民代表真惊讲线内无水通灌，农民也感觉真无奈。哎呀，没办法啊，天旱如何个啊？去年就安尼嘛，
月亮太远了就太部分了呢。希望增加水库水量，北水署工作人员伫6暗时10点50分，伫石门水库点倒这人工增护验制。希望伫今年头一波春雨来的时阵，会使用人工来增加雨水。另外，伫玻璃水库也上法安尼做，尽管石门水库脱水量也挖近8成，玻璃水库较少14成外。不过，对着3-4个落雨无啥乐观的情况下，水利单位也是希望讲会使加争取一寡水资源。透过人工增雨的方式，激发那个云层里面的一些水分子，希望它多下一点雨在水库里面，争取更多保险的水就对了。没有错。需要加一寡水资源，是因为这个一期的稻作已经开始要种残补残，所以用水量真大。偏偏近3个月，各灌水区落雨真少，成绩表了是未来降低10%。台中彰化南投云林苗只有11%，嘉南高屏14%，农业水情欠水严重。农水署讲，去年就进行抗可化的说法，伫灌水水源减少8-9成的情形下，这几年来吸收6年外前8年大可化经验，提升这个灌水的做法，评估今年应该是袂大规模来修经。所有的这些埤塘，那还有带状蓄水池，还有一些储水的空间，把它尽量能够蓄满水，也盘点我们全国可以用的这个抗旱水井，做先前的这个检修的作业，在适当的时机就要上场救援。农水署讲，相关落雨的情形，若是伫侪年前发生，恐惊就要来修正。不过，发生8年大可化了后，汲取这个教训，继续加强水准顺路征收，增加跳水的所在，新起这个调度的设施，甚至设置智慧调控系统，精准来灌水加节约用水，来应对新一波可化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300多公顷的资本湿地昨暗向大火烧，因为天气干燥，风骨透早火也搁伫咧烧。这湿地有真侪野鸟、小型动物，保育团体是烦恼讲会影响到生态。透早志工也赶到现场，评估了后，才开始烧75公顷。发现讲这珍贵的保育鸟类黄鹂已经飞走了，这导火原因搁需要调查。热到暗时7点多，资本湿地火烧，因为风真好，所以来较急又较紧。为消防局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火是伫咧资本溪北边，是一直烧一直炭，几若公里远拢会当看到火光。拍火车是一台线接一台来拍火，火是烧规暗，热7透早，搁烧起资本海沙堡头前的草瓦堡，草瓦堡内底搁不时传出啼鸡的叫声，野鸟嘛拢飞了了。荒野保护协会志工透早就去湿地火场观察生态状况，初步评估烧的面积大概75公顷，而且记录到3月就要进入生产期，而且罕得看的保育类鸟啊，黄莺嘛去互强迫飞离开。这个是比3年前的还要多大概1倍，3年前大概是42公顷。台湾画眉、黄鹂跟环颈雉的声音都还是有，只是不确定它们的食物会不会暂时性的有，一些缺乏。这里因为都是荒地的啦。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啊。资本湿地是台东市卑南族资本卡达地部的传统领域，嘛是县府管理也未开发的佚佗用地。县府表示会结合相关单位，赶紧把火拍花。目前火势大部分已经扑灭，还有少部分的余烬正在已经获得控制。资本湿地有300多公顷，嘛是各种野鸟的重要栖地。附近的居民讲，这款火灾大概伫咧2冬拢会发生一摆，伫咧无同的所在发生，若少就是10公顷起跳。县府表示会搁规划定案，避免人为放火。目前火势的原因，消防局还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1626年，西班牙的军队登陆基隆，到今已经是400年了。北宁市基金会和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等单位发起一个全世界寄予基隆光配活动，有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这的作品的创作。最近开始展览嘛，会展览到5月。今年87岁的艺术家谢礼发，将伊过去伫基隆读册和生活的印象画伫明信片顶面。基隆在地艺术家王杰也用明信片画出伊心爱的基隆。阁有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艺术家，拢为着基隆400年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创作。主办单位表示，基隆已经400岁了，希望透过艺术家的作品，让基隆的历史甲故事，让大家看到。我们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400年，其实是一种福气啦。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
然后我们能够对过去、现在跟未来串联起来，能够去回顾、去思考、去望向未来，做一个现代创新的机会。民众讲看到这么精彩丰富的明信片，才发现原来家人这么水，搁重新熟悉家人啊。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有对基隆在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黑鸠啊，然后刚刚艺术品里面也出现了很多400多年来的很多的文化的意象，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来看的。惊讶说基隆有这样的风景跟样貌，不是只有台湾作家，还有其他国籍的作家画的图片，那感觉就是还蛮有特色的，对，还蛮漂亮的。白罗斯基金会伫进前就把为着台南400周年发起写予台南的一封情书，即马阁为着家人400周年办信封家人的展览。因表示未来也会为着淡水400周年来办展览，延续精神，也会将这个作品放入去国家历史博物馆做典藏。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家人报道。新北的平溪天顶节拜五暗时起鼓，今年的主顶呢是327尺悬的天顶，附近的10分老街下晡就真热闹，不过游客反映讲人伤过济，客袂起你接送的巴士。去年呢，这代替的平溪线路基流失停驶3个月，到今年1月底才全线恢复，总算会赴今年的天顶节啦。听到火车声，铁路两边的游客拢紧闪去两边，摕手机翕火车经过的景象。因为代替平溪线火车一直到顶个月才可行驶，成为少国内外游客特别来看。有比较多，就是今天公车差点上不来，这样。很棒，很好的体验，周围看一看。虽然平溪天顶节活动到暗时才会上场，不过10分老街已经提早有国内外游客把愿望写伫天顶顶悬，希望会当愿望成真。店头解释无用协助游客放天顶，而且到后礼拜二就是天顶节第2场，会伫10分了广场举办，到时阵游客会更加多。有办活动应该是有差，等下个礼拜元宵节有办活动的话，那个信息再传开的话，应该游客就会陆陆续续的再回锅了啦。这届平溪天顶节，佮推上699在地小旅行，结合在地文化特色，加利便的交通配套，来请游客参加。拜五暗时天顶节平溪场会放320英尺大型风马主灯，负责设计这届主灯的天顶国宝吴明秋嘛讲到这届设计理念。今年是马年马哈，那他就要做那个比较卡哇伊的马，不是真正的马这样子，然后又要能飞上天，但是那个棱棱角角确实是很难做。大型主灯拢总分做金色、红色、甲柑仔色，无共色彩有无共意思，国家会有光雕小，拢是为少游客提早来占位，要来翕难得的美景。记者采访报道。台语是台湾语言使用人口第2济，不过调查指出讲，6岁到14岁会晓讲台语的比例仅若7.4%尔。这几年政府透过教育台语家庭相关补助，要复振台语。有学者是建议讲，要提升台语的公共性，公部门甲地方应该推动提供台语服务，增加愈济台语使用。设计啊，今仔办这公听会，后壁搁要拖国语好不好？今年1月，立委王义川伫立法院公听会讲台语，说予人要求讲华语。台语伫公共空间受打压的情形，引起社会讨论。这几年虽然文化部有办真侪台语活动，不过咧公共空间，所以也是真罕伫听到台语。民间嘛用家己的力量，伫一寡病院、家备厅等等提供台语优先服务，希望予台语使用者伫生活中嘛通自然讲台语。大部分的人嘛是中国话反应为较侪啦，我感觉欠缺自信的台语使用者的一个结果啦。若是有一个咱主动性去甲因讲台语的时阵，伊嘛会较正讲台语。爱互因知影讲，其实咱咧讨论遮一寡镜头啦、无事实的啊吼，遮其实咱拢会当用台语来去讨论、来去解说。这几年嘛有台语团体呼吁政府袂当把资源集中伫教育甲文化，嘛着为地方通行语来做。有学者指出，其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有公布施行通行语的相关程序，呼吁政府着配套积极回应民间的诉求。比如讲教育机关，我们要回应囡仔有权利接受伊的母语教学的权利，我都已经提供地方政府会当把咱的台语当作
地方的通行器，这样物件你要变做解决，其实要透过金融然后去实施。当然中央伊嘛要提出一套鼓励的状况啦。学者建议要有奖励机制，鼓励公部门和地方推动台语服务，嘛通建立台语社区，也是地名、路名的台语标识，去做语言景观。文化部表示，未来会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做，包括各种奖励母语社区，也是用媒体资源提升民众兴趣等等。那教育部嘛打算今年伫嘉义设台语沉浸式的学习基地，来扩大台语的公共空间。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昨个新闻有讲到，这西班牙自治区加泰隆尼亚为着要复振加泰语，用部会层级来处理母语政策。不过，207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的学校尚无爱有1/4用西班牙语上课，和加泰隆尼亚人是真不满。有住伫咧西班牙的台湾人是认为讲，因为加泰隆尼亚无法度独立建国，保留母语是因最后的坚持。伫市区的街仔路，人是来来去去，有南欧热情的气氛。伫巴塞隆尼亚，大约800万的人口当中，有要1/4是外来移民。伫首都巴塞隆纳，用加泰语正做主要日常语言的人，比例已经降到差不多27%。不过，加泰语上课的规矩是中央甲地方有根本性的争议。L'Estat espanyol i Espanya de que parlem català per molestar.Que parlem català com una mena de patologia estranya i el que defensem és la normalitat a viure plenament en català. 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各级学校至少有25%的课程爱用西班牙语来上课。这项有争议的判决，互看作是中央甲地方连语言政策冲突上界关键的所在，这嘛互语言议题更加政治化。In Spain, but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your country is under threat, you know, and you want to defend it. So that would be the feeling. So and then the conversation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it's a zero-sum game. So either you win or I win. Sí, claro. So creo que ahora ya está. 伫马德里的市区有一间台湾人开的餐厅，长期住伫西班牙，也就是这间餐厅的头家陈宗正，伊用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伊的观察甲看法。恁就是袂当分开，无法度独立，所以就到真嘛。但是我就想讲，我家己是感觉语言加泰隆尼亚语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后的倔强。甲囝头叫转来台湾，咱的本土语言嘛捌长期受到限制。为了重新复振咱的母语，公共媒体透过做新闻甲节目，拍拼互母语会当重新返来公共空间。台语大成立一个上重要就是语言的平原，第二个是多元文化吼。语言是文化的根。你个语言若无去，你文化就慢慢消失嘛。为加泰隆尼亚因素期降低，最高法院制度介入，到台湾公用媒体语言复振推动，语言安怎互对待，一般拢反映权力安怎运作。当母语互压迫或者是操作，受伤害的清在是规个世代。这款的错误，咱一定爱会记哩这个假实。记者易英忠，西班牙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这巴基斯坦政府27宣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入全面战争。这巴基斯坦空军小连线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第二大城坎达哈发动空袭。这塔利班战术是对两国的边境发动攻击，双方拢传出有人伤亡。塔利班伫暗暝时阵用火箭炮攻击巴基斯坦边界的哨站，各派地面部队向目标展开攻击。8 بجې باندې موږ عملیات شروع کړو او دا مو انتقامي برید وکړ چې د خپلو هیوادوالو انتقام او بدل واخلو ترڅو هغه پورې به موږ جنګیږو چې په بدن کې مو یو څاڅکی وینه وي. زموږ محصلین شهیدان کړي د مکتبونو او د مدرسو او زموږ جوماتونه بمبار کړي دي.
塔利班讲，这是对巴基斯坦空袭首都喀布尔所展开的报复行动。巴基斯坦对这件代志已经搁空袭喀布尔来回应。2026年，这两国的关系都一直真紧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伫巴国境内发动攻击，引起巴国对阿富汗境内投产恐怖组织的忧虑，同时强化边境的警戒。不过2月初开始，恐怖攻击唔但无减少，搁快速升温。另外，据点设伫巴国境内的塔利班势力，也就是所讲的 TTP。嘛加入攻击军警的行列，所以巴国就把箭头指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You promised with the world, your land will be not used by any terrorist force against any state. But unfortunately, आज अफगानिस्तान की रियासत पाकिस्तान के खिलाफ इस्तेमाल हो रही है。巴基斯坦伫2月中一方面对阿富汗提出外交抗议，同时对阿国境内的武装分子发出最后通告，不过情况并无改善。巴基斯坦为2日开始空袭塔利班据点，塔利班是为地面发动报复的攻击，双方互相攻击。根据各方公布的资料，巴基斯坦讲，伫家己的境内加阿富汗，拢总拍死超过200个塔利班成员。塔利班方面是讲，真济个攻势拍死巴国军警差不多40人左右。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2016年北韩川竞争选美国总统的希拉蕊，昨头一天去到国会作证，被厘清已经过身的大好野人爱普斯坦的性犯罪细节。希拉蕊表示讲，伊唔捌见过这个好野人，也无交叉，也相信伊翁婿克林顿对这个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是唔知影。希拉蕊也讲，希望这现任总统川也爱出面作证。为着调查爱普斯坦案真侪可疑的所在，而且厘清美国正常权贵涉案的程度，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日来开始是分别对前总统克林顿翁仔某展开调查处证。希拉蕊伫作证的时阵表示讲，伊唔捌见过爱普斯坦，嘛唔捌坐过伊的飞行机，去过伊私人的小岛。爱普斯坦的前女朋友麦斯威尔，伊嘛只是熟悉尔尔。I never met Jeffrey Epstein, never had any connect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him。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讲，敢若是克林顿伫总统的任内，爱普斯坦就捌造访白宫有17摆遮尔济。卸任了后，克林顿阁真一摆坐伊的私人飞行机罗里塔快线。伫伊成立主审委员会，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时阵，拄好阁是爱普斯坦正接出入欧美正常名流口的时间。克林顿和爱普斯坦是做伙收水，阁做伙浸烧水池，阁有和查某囡仔做伙翕的相片嘛，变作议员们的焦点。I would just say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today is if you really have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ntons and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you got to ask Bill Clinton. And that's a great point.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she said, I don't know, you'll have to ask my husband, was more than a dozen. 不过，根据司法部解密的爱普斯坦档案，前总统克林顿看起来确实是无涉案，嘛无法度证明讲伊知影爱普斯坦的犯罪行为。另外，嘛无受害者讲伊有不当的行为，这和现任总统川普的状况真相共。只是川普的名伫司法部的解密档案内面是出现38000外摆遮尔济。26作证了后，希拉蕊指控监督委员会得无政治表演，佮要求川普嘛必须要出面来作证。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在日本呢，有企业推出未来人类洗身躯机，倒入去内面呢15分钟，身躯家己洗甲清清气气，唔免湿文洗头毛巾。不过这一台无俗，要开大票1200万。白色的浴缸，黑色半透明的一床挂，床体内底还有一个半倒式的椅仔。这台长度大约230公分，看起来像是加盟工厂的机器，是日本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未来人类的洗身躯机。早伫2005年台办关西世界博览会就8点出过了。はい、閉め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きます、未来に。はい、未来体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使用者倒入洗身躯机了后，头前会显示出影像，甲使用者讲准备要放水洗身躯才过程。等床体内底放水到一定程度了后，所就开始喷有这个真有气泡的水，开始来替人来洗身躯。体をきれいにする部分というのはこのファインバブルという、技術で、泡を使って石鹸洗剤を一切使わずに。頭の先から足の先まできれいにする。入った方の背中で脈動を取ってセンシングをして自律神経の状態を判断して。
这个洗身躯机使用水温大约是38度，利用3%毫米加1%毫米这两种无同寸少的微气泡，加人体顶面的皮肤的油甲垃圾，甲洗掉。规个过程使用者拢无需要刷叮当，也是用物件来入洗身躯。洗身躯的过程中，内底也会投影樱花也高山水这风景，并且根据感测的人体生物播送予使用者更加放松的音乐。洗好了后，身体会使烘干。不过，这套转自动的洗身躯机是无烧，要6000万块入票，相当大票1200多万。要买有啥物族群呢？暂时上向爱这个高级奢华品的人，也是水疗、养老机构等。那感觉收费也是小可等一个专门为登记照护機構設計簡化版的洗身躯機。今介護施設というのは非常に人手不足、特にヘルパーさんの労働力の負担が大きいのが入浴介助です。2人がかりで抱きかかえて、洗うと。简化版的洗身躯机有加今年3个上市，无花类穿挂甲动影设备，只有配备液的浴缸，配备予使用者会使入去坐小门，有价要卖145万块入票，相当大票29万外。国视新闻，陈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